通过音乐来纪念也来欢喜主的过活。第三，咱为着每一个会友，今仔日要参与圣餐，大家人领受这个救恩的记号。搁较要紧，咱今仔日有9位大人小囝要来洗礼、献身礼，求主带领，互这个同工领受着祝福。这个兄弟归入主的圣国，享受新的活命。为着咱家己每一个人，伫今仔日有一个美好的敬拜，荣耀归主。咱大家做伙一块块的时间，都会开声，为着这个事祈祷。我来做结束的祈祷，同心来祈祷。主别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听人受恩所保守。阮今日所有的工服侍主，拢活来荣耀你的性命。阮要准备来敬拜主，求你带领阮所做的工荣耀你。阮每一个服侍者有出你的圣神恩膏我恩赐，感谢你。我为着今仔日有洗礼、有圣餐，以及阮的这个乐团的敬献，求你带领一起拢顺遂，感谢罗你的听。神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阮欢喜主耶稣过活。欢喜的日子，阮用特别的这个圣歌队乐团做伙献唱这个诗歌来赞美阿乐主你的过活。愿阮的敬拜归荣归伫主，每一个环节，阮所有的听书，愿圣神亲自掌管引带。愿互每一个会友，逐个人拢有份伫这个庆典。愿有要举行圣餐，有洗礼式，愿主你带领，互阮所有的流程有上帝你圣神的引带，互阮每一个会友，逐个人参与伫这个敬拜，无论台顶台骹，阮拢做伙欢喜主的过活，因为主过活带来阮新的生命的拯救，也阮带来新的人生的脚步。感谢你，阮从下面开始整体敬拜时间交托主，也带领阮的会友兄弟，逐个人拢平安顺遂，到伫阮中间。感谢你的听，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我做一个补充咱等的头一阶段就是咱的乐团圣歌队唱了后，咱会清唱咱请同工教师甲这蓝色的椅会当搁摆伫头前，甲摆落去，会当补助的椅咱的这个圣诗台要撤掉。这个圣餐都要刷起来，对恢复伫原来的情景。咱请较侪同工少年的做伙来，咱请长老的指挥安尼好，咱这时敬拜团要准备带咱来敬拜，9点开始咱来转播好，多谢。
3分钟之后直播。1分钟之后，礼拜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开心能够在今天这重大的日子里，复活节的日子里跟大家见面。首先，让我们安静一下自己的心，好好的思想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点点滴滴。从耶稣受难前的40天连锁禁食祷告中，还有我们前天晚上祷告会的时候，那几声叩叩叩，这钉在十字架的声音上，是不是很让人扎心呢？我们到底是体验了什么，还是有领悟了什么？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一定对耶稣基督他的爱，还有他的牺牲，感到无比的感谢。路加福音24章7节这么说：人子必须交在罪里，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3日复活。没错，今天就是他复活的日子。现在让我们来为了感谢他赐予我们给我们的救赎还有祝福，一同来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日复活节的时刻相聚在一起，并且在你的圣殿当中向你献上满满的感恩。你为了救赎我们的灵魂，不惜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教导我们一切的真理，甚至还牺牲了他的生命，献上他的宝血，就是为了要洗净我们身上的罪，以此脱离罪的辖制，好让我们能够与你有直接的连结，获得永生的盼望。
而不必再被死亡的恐惧所捆绑。这是多么宝贵的恩典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让我们来向这复活的主赞美他，敬拜他。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站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站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哀哭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古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站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大爱使我敬畏，站在你面前歌颂你名。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哀哭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古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在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哀哭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古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否感受到那美好的恩典呢？那超乎想象的爱呢？如今这份祝福，不单单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也要让今天接受洗礼的朋友们，能够开始接受我们这伟大复活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切恩典和祝福。现在，我想邀请大家站立起来，将我们的手来高举，并且同心合意的大声来开口，来为了这些今天在即将成为新造的人的弟兄姐妹们来开口，为他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亲自的动工，让失散在这世上的灵魂能够回到你的怀抱。你不嫌弃过去我们所犯的罪，你现在就要拯救我们，你未来仍要继续的拯救我们。我们是何等的荣幸，能够成为你的孩子，来称呼你一声阿爸父啊！你的爱是如此长阔高深。你的爱是如此刻骨铭心，你的爱是从古到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祈求你让我们这群超越血缘的家人们，都能够彼此相爱，互相关照，一切都由你作为中保，并获得从你而来的爱与祝福。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复活的主是如此的深爱你，感谢你。何等的感激，感激不尽，你为我受死在十架舍命，思想你的爱使我敬畏，站在你面前歌颂你名，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从此我不再黑暗中哭泣，你曾从罪恶中把我拉起，使我的爱哭变为欢喜，你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我站立在这里赞美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古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告诉世人你爱我从古到如今，复活的主我深爱你。国外主深深疼每一个人，咱甲咱边仔的兄弟姊妹讲，耶稣告我，耶稣听你，好无？耶稣告我，耶稣听你。咱为着今仔早起的敬拜，咱开车来祈祷，盼上帝的圣心临在咱中间，盼上帝这个时阵临在咱中间，设立宝座在咱中间。咱早起咱有敬拜这个所在，咱有圣歌队，有乐团，叫做带咱做伙敬拜。咱用安尼来献上俄罗，献上感谢。咱为着今仔早起牧师的讲道，咱来献上祈祷，盼上帝使用牧师的嘴来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为着今仔要受洗兄弟姊妹来祈祷，盼上帝伊的圣神临感动伫遮所有兄弟姊妹，互因有一个新的活命伫因的生命中间。咱为着伫对面的教育中心的罪恶，也嘛有献上活动，咱为着因来祈祷，
咱开声为着今日早起的敬拜，咱开声来祈祷。哦，还有对啊，阮为着早起的敬拜开声祈祷，恳上帝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哦，主啊，恳求你赐予你的圣神伫阮中间，你设立宝座伫阮中间。阮早起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伫这所在。哦，主啊，你是国外的主，啊，你是永远的主宰。我要啊，伫你的面前来啊敬拜你，要一切阿罗感谢，恳上帝你，让透过阮早起敬拜搁一遍，互阮的生命这个更新着反转。还有对啊，感谢上帝你，安尼做做着对生命来救，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上帝你，互阮早起有一个国外的主日，阮早起正兄弟姊妹组织这所在，为着就是要来敬拜你，要来学罗你，恳上帝你设立宝座伫这个所在。阮早起透过早起敬拜，搁一遍，甲上帝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我嘛要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伫这所在。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用这诗歌，用真实的心，用真实的心，降服伫你面前，开我心门，互我看见更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便讲用真实的心，用真实的心，降服伫你面前，开我心门，互我看见更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把对你来的温柔撇避，我的温柔。我过往，我的温柔，你不会为我老。我的温柔，你眼中对眼要对我挂念，我的最美将我懂。用真实的心，降服你。心啊，互我看见更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把对你来的温柔撇避。我的温柔，你的过往，我的温柔，你不会为我老。哈利路亚！咱从一切荣耀归咱上帝，你是看着咱学老的主，咱来学老伊。学老主，大声学老，我要。
先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哦罗主，我叫哦罗，哦罗主，我请哦罗。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圣名，哦罗主基督，咱们起心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的名遍遍这世间，阮颠簸我讲也我行，我愿意跟你破败在你面前。哦罗主基督，咱们起心来救我们，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的主，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扬主圣名，颂赞主基督，高声歌声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上帝啊，彰显你世上丰富恩典，天天都看见，愿一切归去兮匍匐你面前。高声歌声来救我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的爱，神的爱彰显你世上丰富恩典，天天都看见，愿一切归去兮匍匐你面前。颂赞主基督，高声歌声来救我民。我主，我上帝，弥赛亚，你是弥赛亚，我主，再次弥赛亚，你是再次我主，我要再次宣告说你是弥赛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次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
日是做来念圣诗，圣诗104首，耶稣真正是国我。耶稣真正是国我，哈利路亚！天使世人团开看，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出大声，哈利路亚！哦，我救主大出名，哈利路亚！救世公路大作者，哈利路亚！对地正拜主太阳，哈利路亚！小罪只拜就千次，哈利路亚！耶稣免我受苦，哈利路亚！基督应是救了我，哈利路亚！万万可以免定论，哈利路亚！救主公华音我们，哈利路亚！退让归路高路根，哈利路亚！耶稣家最难的堂，哈利路亚！救主先去那家堂，哈利路亚！当时当我当救天，哈利路亚！应个尊贵万万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学乐，我要称赞，我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今仔日，阮三甲欢喜，万民庆赞主耶稣的国我，主耶稣的国我，是因为你太阳世事的关系，主你拯救人类对罪恶中得到头白。救赎阮，无搁再灵魂受死，享受永远的活命。今天早上，我们全世界各地所有的百姓一起欢呼颂赞主耶稣的复活。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聚集，一起敬拜，一起唱诗歌。来赞美主复活，也一起领受圣礼典，来纪念主耶稣的救恩。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也要通过圣歌队乐团用诗歌带我来敬拜，来学乐。主啊，愿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上帝荣光伫阮中间，阮归荣光伫上帝。主啊，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这个福气，阮要几位的兄弟要受洗，归入上帝的圣国，领受这个新生命的喜乐。阮献上感恩，伫你面前，愿阮同心聚会，同心敬拜，愿众人拢领受到这款美好的祝福。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有缘徛地。咱要用4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咱有2个
版本，一个是台语，一个是华语的。你就按照你习惯的，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开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是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各位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大家三个欢喜、祝告我的日子。咱教会特别安排咱的圣乐团，咱的管弦乐团，以及咱的提摩太牧区要联合来献唱。愿主通过咱大家的诗歌的演唱，来纪念主耶稣告我的救恩。咱把时间来交予咱的师会交予咱的师会。这是咱来启用，启用文第6章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心灵的人，一定会加添痛苦。我无参与伫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为我放杀伫阴间。你的指示我的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你的正手，我有永远的快乐。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有份伫圣殿，佮借着网络线上做伙来敬拜，这是阮的福气。伫教会组织敬拜，受咱各我的节期，是特别纪念上主你为阮交定12架受能力致死，3条各我的大能力，阮透过读经、祈祷，佮再一次体会到主你的大能，甲你对阮付出的爱。过程中，忍受侮辱、鞭挞、牺牲性命，为阮承受一切苦难，来拯救阮。迫切希望阮会当用三听的款式来回应你，时时的警醒，都爱谦卑，拜读留家己，明白咱是互上帝用重价买倒来。爱咱放的一切老自我的重担，捆绑、回转归于主你。建立有一个有属灵稳固的根基，重新卫生装备，成为被主所用的新器皿。亲爱的主，你显现复活的大能，是要我们勇敢认罪、悔改。心存有盼望，除去旧
迎新新的使命。凭着对你那边来的信心，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得活力。不论在顺境、逆境中，求靠主，来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尽心追求认捌上帝，谦卑受上帝来调整，让所有接触你的人，拢会当感受到有对上帝来的疼和关怀。人民人的天父，求你垂天阿耳听阮呼求的祈祷，帮助即马济正处于痛苦挣扎的兄弟姊妹，因为面临着身体病痛、家庭失和、子女亲情和长辈的照顾，去煞接经济职业压力。主啊，求你不要因为我们是软弱而离开我们。看阮排除世俗的迷信捆绑，听着伫各我有毋茫的责任中，搁一道回到施恩宝座前来，认真追求认捌主。感谢天父，今天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宣誓、见证、接受受洗，成为上帝的子女。也求主圣洁保守与我们同在，使今天敬拜聚集成为香香的献祭，赐福给每一位参与敬拜服侍的同工，有牧者正道鼓励，乐团圣歌赞美之下，和所有富强人当时领受对你赐的恩典满满，接受感动，不分年纪大小，拢出来做服侍主的精兵，和丰盛的生命中有我的见证，对吧？阮感谢你，而乐祈祷拢是靠圣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复活节熏唱曲，赞美复活主，富强教会圣歌队管弦乐团。
都甲上帝同在，丢丢起头就动，都甲上帝同在，都就是上帝。耶稣对起头以前就甲永远的上帝三角伫地，借着3年外伫地上的宣教事工，向世间人指出这位慈爱的宇宙创造者，也邀请因用信心活出甲上帝联合的使命。真侪人拥护这位卑微的先知，甲伊的信息，也相信伊是迄位因久久地听候特别来的弥赛亚。当耶稣甲伊的学生要入耶路撒冷城，过犹太人的搬过节，众人下客伊，佮喊话讲：何山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而来的，看上帝的圣羊羔。有
即个搬过节期，伫耶路撒冷有真侪欢乐的节庆，相时也有真侪安静的反省。以色列人伫即时回想世世代代上帝的信息。耶稣也甲学生做伙用搬过节的宴席，回顾过去，存着感恩，也搁较确定上帝就伫生活的中间。毋过，因感觉到有代志要发生啦。耶稣对因讲：“我真愿意伫受害的大生，甲恁食即个搬过节的宴席。我甲恁讲，我也无搁再食即个宴席，直到成就伫上帝的国度。”因伫食的时，耶稣摕饼来祝谢，就掰开，分互学生讲：“恁摕去食，即个是我的身躯。”佮按你旁杯祝谢，摕互因讲：“恁拢着啉伊，因为即个是我立约的血，为着侪侪人来流出来，直到罪得到赦免。”
食了后，因唱诗歌，就出发去橄榄山，来到一个叫做克西马尼的所在。耶稣对门徒讲：“恁坐伫遮，听候我祈祷。”伊就聊聊啊静静，心极艰苦到要死，面趴伫地里祈祷讲：“我的爸啊，若话做得，就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
在逾越节筵席之后，短短几个小时，耶稣被一个亲近的门徒卖了，让一群暴徒抓走，用假见证陷害他，由宗教和罗马政府的领袖判他死刑，要和2个强盗同钉十字架，兵丁戏弄，嘲笑他。那些认识他的人背弃他，他像羊羔被带到宰杀之地，来到一个地方叫骷髅地，就在那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约在深处，遍地黑暗。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赞美复活主！”欢迎你这位，咱第一阶段由
圣乐团、管弦乐团，咱的这个提摩太牧区以及咱所有的同工做伙献诗。我先来做一个介绍甲细谢，也请同工开始准备。咱要甲这个场地做一个整理。咱先大声来，咱的少年囡仔提摩太牧区举手来，拍手，谢谢他们。第二部分是咱的圣歌队经过真久的练习，伫这今仔日用水的诗歌来学到主。咱搁甲圣歌队拍拍一个好不好？好，咱请圣歌队让先入座，我来介绍这个乐团咱真多谢咱的长老林清长老，甲咱的苏琴、佑安姊妹来领导咱来甲咱训练，咱甲因两位谢多谢鼓励。因为咱要甲顶面这个楼梯拢甲撤掉牧师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啦再来介绍咱的客座，甲咱这个乐团咱旧年过偌济，咱就是这个阵容。迄个时阵呢，咱小会伫林清长老的提起讲咱经过2-3年2-3年的那个疫情大家都没有办法全心集合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借由去年的复活节，大家邀集了我们的乐团组成的乐团，还有圣歌队一起练习来献唱复活节的清唱曲。那一次得到大家非常大的回响，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来赞美主复活是最美好也最得恩典的记得去年的复活节一个唱了。咱就开始安怎？疫情就大爆发，因为咱政府决定要开放互大家安尼拢普遍普遍拢互伊自然来感染然后来除疫安尼没想到整整1年，咱今年搁伫这个时阵咱搁用这个方式来庆祝主耶稣的歌活我搁来介绍咱中间有真侪位咱林清长老甲佑安老师邀请来迄正讲职业的乐手来甲咱协助就对啦我来介绍一个咱的客席的中提琴士苏继宽弟兄，欢迎谢谢你。再来是咱客席的单簧管王文兰姐妹，谢谢你。还有我们的华国号吴贤木姐妹，好，吴贤木。小号孟怀慈老师，还有我们的客席的打击就是我们的陈良老师，谢谢他们呢，用他们专业的弹奏帮助我们的乐团，不是咱的乐团歹啦，是乐团更真好互因配合得更加好安尼。那其他的乐团的乐手我们就不一一介绍，我们都站起来，我们给他们鼓掌好吗？谢谢。好，那我们请乐团可以先离席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咱椅刷头前因为咱今仔日有这个空间较宽所以椅搁摆落去了后，若有人较客的所在，让在头前。我们也请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往前坐一排，可以吗？往前来坐这一排。各位兄弟姐妹，咱虽然是乐团甲这个队员因咧献诗，但是较重要的是咱兄弟姊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在这样的服事当中。愿今天的敬拜，今天的复活节的献诗，能够唤起大家对信仰的提认，也能够跟随主的恩典的脚步。我们准备要移动这样的位置完之后呢，我们再接下去下半段我们要读经，我们要分享主的话，然后呢，我们要举行一个受洗礼，洗礼一共有5位成人洗礼，2位信仰告白，还有2位小额的洗礼。愿神赐福今天我们所有的流程大家在复活节的时候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那我们教会呢，今年特别有一个安排，就是说，今年不是都缺蛋吗
很多教会在找看有两无啦，有两无。啊，其实吼，两拢放伫咱兜，啊，其实无欠啦吼。啊，感谢主，我们的同工呢，大家很用心的准备，然后让这些我们的复活节蛋能够准备的完整。所以等一下我们礼拜结束我们会发送一颗复活节蛋，这是要象征神的恩典救恩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诗会到中间来拿中间来那个。你这里。恭说上帝的话，圣经马太福音28章50到第7节，第二段圣经是使徒行传2章22节到24节，佮32节到33节。咱圣经台语本伫咱的第9页，华语的第10页。这时，我先来讲读台语的。迄个天使甲遮的妇人人讲，毋免惊，我知恁找互人定十字架的耶稣，伊无伫遐，照伊所讲的，伊已经搁活，来看伊倒个所在。恁赶紧去甲伊门徒讲，因已经对死人中搁活了。伊比恁先去加利利，伫遐恁会见到伊，就记着我已经有甲恁讲啊。第二段圣经是《使徒行传》第2章22节到24节。以色列同胞啊，你们要听我的话。拿撒勒人耶稣的神圣使命，很清楚的由上帝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异能、奇事，向你们显示出来了。这是你们自己都知道，因为发生在你们当中的。23节，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和先见，早已决定把耶稣交给你们，而你们借着不法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因为死亡囚禁不了他。32节，这位耶稣，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已经被高升在上帝的右边，并从他父亲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上帝倾注给我们的恩赐。讲到，我们请夏牧师。今天的题目是：你的经历主搁活的大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难得2堂合并在一起我们是要测试说我们这个礼拜堂到底可以装多满了我期待越来越多，直到我们这个装不下，这样才能见证神在我们教会的恩典。我们请跟隔壁的弟兄姐妹来祝福一下，说复活节快乐，好吗？好。感谢主。
现在的教会的会堂，如果比较传统比较有历史的，可能比较有腹地，可以盖一间装下500-600个人的礼拜堂。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在7-8年前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礼拜堂。我们现在都是用2堂礼拜一堂华语，一堂台语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感觉上还不会太拥挤那今天因为我们有乐团，我们又有其他的单位，所以呢，感觉上大家挤一挤那种气氛佫真袂歹气氛佫真袂歹当然我嘛感觉讲有真侪教会现在教会迄个会友在较无迄个主会敬拜祈祷会，甚至要入去做礼拜拢爱排队，这是咱一种心意的表现，毋是讲因着较好，是表示真侪人对信仰有真深的体会真深的体会咱真感谢主，互咱有这个机会，通伫遮同心主会甲敬拜。当我要甲咱三个分享一个主的话分享一个主的话。当今仔日的主题一个主的主题，好啊，这可以，谢谢。是日日来经历日日来经历。我的大能，咱看这经文，知影讲，拄则无论咱的圣经里所念的诗，也是咱所读的圣经节，我会当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就是主耶稣各我的见证，透过无同款的单位、不同的单位或是不同的人来做见证。起先是谁呢？起先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天使他的见证。这个图画是在展示有妇女呢，她们来到这个耶稣所埋葬的墓，在那个墓园看见那个墓石已经移开了，那个洞穴已经没有人，然后是天使在那边宣告说，主耶稣已经复活。那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非常重大的一个点，我们用几个这个关键语词来看天使向妇女宣告什么呢？说第一个，不要害怕，因为这个妇女看到梦里耶稣的身躯无看到，而看迄个遐尼大地石头刷开去迄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对你一个妇女，特别是清早佫暗的时阵，迄才是真惊吓、真着惊。所以天使第一甲伊讲，毋免着惊。第二，甲伊讲什么？伊无伫遮，照伊所讲，已经告我，他不在这里了，不在，而且复活，表示要打破当时有一个传说当时有人事后在传说说这个耶稣是不是被人家偷走了？被门徒偷走了？其实当时的罗马当局，还有包括圣殿的那些管理阶层，也在防止这件事情，说怕人家用偷走耶稣的遗体来搞乱但是天使跟他说，他已经复活了。然后在这个见证了后，妇女受册，讲爱去教所有的学生来宣告，所有学生来宣告。第二个是彼得的见证的讲道，拄则咱有读到这段的经文就是彼得伫耶路撒冷的众百姓的面前所做的宣讲。第一，伊讲耶稣基督照着神约、异能、奇事，显示伊的神圣生命的使命。意思是耶稣伫3年的传道理、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已经用这个奇妙的奇事异能的证明，伊来要带来上帝国的福音甲拯救。这是彼得对耶稣的百姓所做的见证。第二，讲上帝互伊对4年告我。
有同工帮忙一下，切不过来。上帝予伊对死过活，解除死亡的痛苦，死亡禁袂了伊。保罗讲彼得讲，耶稣先行神迹，证明伊的身份，证明伊的使命。第二，伊为着世间人受定死十字架，但是上帝予伊对死过活，就是迄个死亡伫人类上惊吓，也是最终的结局，迄个死，上帝甲伊解除去啊！所以死亡袂禁得伊。第三，耶稣过活，温度拢是见证人，这是彼得所做。彼得甲所有遐个百姓讲，耶稣被高升伫上帝正边，并领受了圣神。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拢是因的见证哦，因讲遐个事实，当你要相信无？这以色列百姓当时听有人相信吗？但是遐个圣殿的人无一定要相信啊。但是彼得有留一句真重要的话，讲耶稣受高升伫上帝正边，而且领受应允的圣神。那应允的圣神是咧表示讲，耶稣基督将伊迄个过活的快乐、过活的见证、过活的改变，通过圣神继续伫遐咧持续延续，一直到今仔日。耶稣的过活毋是2000年一个事件，一个互人感觉足奇异的事件尔定，是呢。耶稣被高升伫上帝正边，并且领受圣神降落伫咱中间，或者见证人继续承接这个过活的快乐。第五，彼得讲，阮现在会当对你做见证。阮原来是逃走，四界咧闪，因为有人要掠这个耶稣的学生。阮原来是惊吓四界走，但是阮搁倒转来啊，因为圣神，互阮搁自执，圣神互阮来显露阮对伊所得到的恩赐，为了要做见证，为了要为复活的主耶稣来做见证。还有一段是保罗的见证，我们看罗马书8章10到11节他说：“可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纵使你们的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义人了。”好，每一个个体都在罪的当中。耶稣复活2000年前发生了，但是保罗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语句告诉我们说：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那是伫你我的内面，而且是通过圣神，这个过活的能力就一直无断，一直延续。伊讲上帝予恁真做义人啊！安尼耶稣基督的过活的大权能，通过圣神，予你，予我。伊讲那有主住伫你的内底，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拢是过活，你拢有领受到过活的祝福，领受到过活的能力。那11节讲上帝灵，予耶稣对4年过活。如果这个灵若踮伫恁内面，安尼这位基督对4年过活的上帝，也要照着住伫恁内面的圣神，甲生命赐予恁迄个会休暖的身躯。弟兄姊妹，今仔日是安咱逐年拢安尼用尽各种的方式要组织兄弟姊妹，我们一起聚集，我们唱诗歌，我们赞美，不是为纪念2000年前的事情这个事迹重复述说，是因为现时现地的主耶稣的复活，透过圣灵住在你我当中，让我们这个必朽的身体得到新的生命，那是何等大奇妙的事！我们再做一点复习说，基督因为内住，身体虽因罪而死，上帝的灵使我们活，因为我们成了义人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上帝借着住在里面的圣灵，把生命赐给我们那必朽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这边，请记得，我们不只是参加一个仪式、一个活动、一个热闹，
花那个复活节诞来庆祝，而是因为你要为自己得着新生命，因为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的内住，因为圣灵的更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除去罪的辖制，除去死的捆绑，一直在你我当中。只要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只要耶稣内住在你里面，所以主复活的大能，借由上帝所赐的圣灵，成为常住在我们生命的恩典。借由所赐的圣灵。好，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仍然是像当时的彼得、当时的保罗、当时的天使，我们都是见证人。主复活跟我们的关联是什么呢？从见证历史、参与历史，这个惊天动地改变人类命运的早晨，主耶稣复活，每一位参与者，每一位唱诗歌敬拜神的，每一位祷告说阿门的，每一位说哈利路亚的，你们都继续在这个历史中，而且继续在创造历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勉励哈，我们一起来勉励。第一个，我们要确信、坚信上帝藉由天使彼得、保罗的宣告。第一个，我们要宣扬，因为如同天使彼得、保罗他们到处去传扬，所以天使也这样告诉这几位妇女说：“你们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使徒行传2章32到33节，他说：“这位耶稣，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已经被高升在上帝的右边，并从他父亲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们现在所看到、所听见的，就是上帝倾注给我们的恩赐。”弟兄姐妹，你我要学习彼得这样的传讲，说：今天你听到了我宣讲，今天你听到了我传扬耶稣复活，就是因为圣灵、上帝倾注在我们里面的恩赐，我们可以勇敢、愿意去传福音。就像150多年前，我们的宣教的前辈马雅各医师来到台湾，来到台南，很多优秀的宣教师来到台湾传福音，是因为他们也同样领受这样的圣灵，然后借由上帝所倾注的恩赐，来到这边去施行医疗传教、施行教育、施行文字传道。那今天在这个时代，已经是 AI 的时代，你怎么样用神给你的恩赐继续传福音呢？这是我们今天来庆祝主耶稣复活最重要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确信，我们是要得着新生命，藉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且现时现地天天经历，就印证了保罗所做的见证跟宣告。好，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9位弟兄姐妹要来受洗，要来信仰告白跟小儿洗礼。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最新的成员，就是相信主复活的能力，全新的身份在确认跟行动。第一个，我们从上帝跟亚伯拉罕的旧约，当时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了旧约，但现在藉由耶稣基督，我们立了新约。亚伯拉罕的旧约是什么呢？上帝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所的后裔所立的约，是我们要遵守的。”不过，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上帝与我们的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一次来付清所有的罪债。神用新的约，耶稣基督宝血的约，来跟我们一起来确认。对新身份的确认是什么呢？复活大能借着住在圣灵的充满，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意思是说，你接受了，我也觉得，我也确认啊，上帝的灵、圣灵住在我里面，我是新的生命，是新的格局了，不一样了。但是你要借由你的行动来见证神给你的新身份。我们借由每日的灵修祈祷宣告，我们是主重价赎回的新身份。我们有信心跟能力，能抵挡诱惑，让生命更美好。藉由圣灵的能力，新生命的宣告，你要除去一切恶习，你要学会饶恕别人，并得着医治，成为主所赐福的。最后再一次强调，
每一位领受新生命的他的子民，藉由圣灵的同在，你仍然持续得着这样的恩赐跟力量。我们的前辈圣徒他们怎么样宣扬福音到蛮方之地，到异国的文化传福音？今天这个传福音的棒子，传福音的一个责任也落在你跟我的当中。愿弟兄姐妹借由今天我们日日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再一次宣告：我是得着新身份的，我是得着神圣灵的能力的，持续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所以，当你忧愁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是圣灵同在的神的子民，你有能力克服这一些软弱，你有能力去宣扬福音。即使一位跟你素昧平生，或是你常常跟他讲福音，他老是听不下去的，你仍然认为神有可能改变他。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第三个部分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些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来举行施洗，来这个圣礼典。那我们要做一个祷告，请同工开始来预备。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甲祝福，互阮伫遮三甲用诗歌学乐敬拜，也阮伫遮三甲领受主你的话，来领受这款恩典甲祝福。那即时，阮要伫主的面前，阮当心要为着阮新的富强人，就是要受洗加入伫圣会，才会同工兄弟姊妹为着因来行这个圣礼典。也线接，我要举行圣餐，愿圣神的同在，互阮看见见证上帝你的救恩，耶稣基督，各位救赎，拢继续伫阮中间的进行。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大声要来举行洗礼式咱要坐咧吟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351首，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圣乐团同工你若有方便会当演麦句做伙来斗唱这条这个洗礼诗歌，咱吟第一节甲第二节，咱请同工开始来准备。那个塑胶你拿上来。赐福是的我名，其我人所欠亏的修饰，互你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互人改变其生活命。请5位我们的受洗者还有坚信你到前面来预备，请同工来协助。那音乐请来继续。好，我们站一排站一排，很好，站一排。感谢主，我们今天有5位成人洗礼，2位信仰告白2位信仰告白，可以靠近一点没关系，靠近一点，中间一点，好，靠近一点没关系，过来靠近一点。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华语了牧师用华语来做这样的一个誓约。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所以，就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各位，你们要受洗，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来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那有5位是洗礼，2位是信仰告白，都同样回答我所问你们的。第一，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说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一来施洗我叫名字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台上来台上来。首先我们请贝荣医师来，慢慢走上来。好，这样子 ，OK， 跪下 ，OK。张贝荣，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是归于上帝的恩典。阿们。好，请慢慢起立，慢慢的请下，回去原的位置。好，第2位，我们请蔡耀龙弟兄。来，谢谢，跪，来跪。蔡耀龙，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们。好，请起立来。第3位，我们请来陈瑞，请嘉玲来这边预备好。陈瑞，好，跪下来 ，OK， 小心跪下来，好，跪下来 ，OK， 好，慢慢来哦。李承瑞，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请起立来。我们再请嘉玲。孙嘉玲，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起立。我们请最后一个好，袁汉来，请慢慢跪下来 ，OK， 小心 ，OK， 好。李元汉，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请起立，好，来起立 ，OK， 好，小心。好，你们站原来的位置就可以愿赐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们现在做宣告，没关系，你们手放下就可以，牧师宣告就可以。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葬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祝福，让我们进入这个大的恩典的领受，用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赐福他们，恳求圣灵来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结连于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遇到试探时，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主，我们感谢你，这几位弟兄姐妹
他们在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领受，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神的恩典，在今天一起受洗，一起进了告白。我们确信主，你要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无论是在职场，无论是在信仰生活，无论是在家庭，主啊，你都要保守他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看见神的恩典在他们前面的道路。他们所做的每一样，因为借着圣灵的同在，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请向后转好吗？我们要来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好，简单的介绍之后呢，我们要请2位小朋友准备要来受洗哈。我先来做介绍来张贝荣医师，还拍手。我们的张医师呢，他是我们新楼医院的医务部长哈。他本身是麻醉科的专科的医师啦哈。他曾经在成大服务哈。后来我们新楼医院发现他非常的优秀哈，就特别把他挖角过来哈。应该是这样子了哈。我们感谢主呢，我们的张医师其实他已经慕道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有时候家里面有一些他必须要做一些安排，那在这一次他参加2次的启动幸福小组，所以呢今天呢，哇，他们的新楼医院的这个亲友团哈，我们的院长还有我们的医师，还有我们的牧师，他们都来了。我们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院长医师我们所有新楼医院的同工，好。那等一下我们介绍完再请你们来送礼物给他了哈。同样第2位也是我们的新楼医院，就是我们的蔡耀荣医务部长哈。蔡耀荣，他其实在2018年就来到我们教会慕道，同样跟张医师类似哈，就是他有一些家庭方面的安排，然后这一次能够专心来到主面前决志受洗哈。他今天的家人好像有来，对不对？家人有来到这边，请站起来，欢迎哈，欢迎。那第3位是我们的李承瑞，摇手一下，承瑞，好。他的妈妈是沈佑熙，在摇手一下，今天也是信仰告白哈。那我一起介绍了哈，我们的佑熙姐妹呢，她在1年多前在高雄受洗，她的妹妹的关系哈，在高雄的凤山受洗，然后她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她说她搬来到我们东区想要找一间教会，有一天她骑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她抬头一看，看到富强教会的十字架，就是说我决定要来这间的哈，感谢主。他是属于西道小组，我们的西道小组哈跟我们的陈瑞哈陈瑞呢，他本身对那个3D 立体设计很有概念哈，他想要走这方面的这样的这个研究哈恭喜他们。好了，我们来介绍李元汉举手一下哈。元汉他属于基训小组哈，基训小组。那基训小组呢，他其实在一段时间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了，感谢主我们有他在成大读书，有成大我们教会的姐妹来带领他来到这边来在基甸牧区受到我们的区长还有小组长的照顾他决定要受洗，他还跟爸爸妈妈报备，他爸爸妈妈说你要自己做决定，所以他就说我要受洗。爸爸妈妈有来吗？今天有来，欢迎。他已经读博士班了，不过他想要暂时休息准备要再一次重新出发。我们求主带领他有更好的学习。哇，那天我牧师请他读那个真道问答哇，那个国语很棒，国语很标准。以后下一次要口白要请你帮忙而且听说他的英文跟日文都很棒真的是神恩典的子民我们希望他能够在他的恩赐上发挥出来好，再来一位就是我们的黄丽慧姐妹，丽慧姐，
丽慧姐哈。丽慧姐其实来我们教会将一段时间了哈，那其实早前在台南的胜利教会受洗，她在紫兰小组做很活跃参与在里面哈。她本身呢有神的恩典，她做服事啦，还有参加聚会都非常的热心哈，成为小组非常重要的干部。她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哈，都来在这边聚会哈。那连五婶也拢底家哈。好，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还有一位，对，还有一位，就是等一下要受洗的2个小朋友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孙嘉玲姐妹，摇手一下好。她是底波拉小组底波拉小组我们也很感动。孙嘉玲姐妹呢，她不简单的独立照顾2个可爱的小孩那她是什么样经历神的恩典呢？她就是因为带着小孩去读新楼幼稚园那边的老师园长我们教会有很多姐妹在那边当老师，很热诚关心她。虽然走过的路很困难，但是因为她感受到神的爱，然后那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神的恩典跟他们同在，所以他就决志在今天带2个小孩来受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在复活节的时候特别加重这个意义。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请嘉玲你的2个小朋友先到前面来，我们请长老到前面来，一起拍一张合照。你们再退后一步可以吗？你们退后一步把口罩可以拉下来，没关系。我们要拍一张合照，好不好？2个小朋友在哪边？好，到前面来跟妈妈站一起。对，请带他过来，好不好？我们请摄影同工来。嘉玲，你来带他没关系，你再过去把他带过来，不要客气很乖，好，很客气。来，你们让一下位置来，那个袁汉再绕一下，让一下给他们，好，对，口罩要不要摘？不摘也没关系了OK， 我们看前面，后面还有摄影机好，来。好，拍手！我们请长老给他们点头致意。我们要送礼物的孩子过来，来送礼物的过来等一下合照，等一下再拍要送礼物给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嘉玲，等一下你礼物先帮他收起来。等一下要再受洗，小孩要受洗好，他们在一边送礼物我们一边要唱这一首第三节没关系，他们继续，我们唱第3节，然后请嘉玲跟2个小朋友留下来，我们请同工帮忙他们帮忙收他们的礼物，他们准备要小儿洗礼好，你们礼物先帮他们收下来，好，那可以先回去了可以先回去来。你再陪他，等一下怎么制约我们才唱第3节，跳第3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求，有清清奇妙的平安。你陪在他旁边没关系，来向后转，礼物先拿着，拿回去。中间领受平安，为你为我大康必办。先帮人保管一下。好，我们要请嘉玲来代替2个小朋友来受洗，来誓约，没关系，在他们旁边就可以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接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好，嘉玲姐妹，你2个可爱的小朋友，这个时候要在主面前来受洗，因为他们还小啊，不能确认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要由妈妈来代替他们来做告白，然后用神的话、神的恩典来培养他们长大哈。这个时候要请嘉玲你回答就可以哈。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相信。感谢主。你必须依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跟信徒的责任教导你的幼儿，以祈祷跟好的行为来养育他，使他们所做的都能遵守上帝的教导。你愿意如此行吗？愿意。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先为哥哥，你的名字叫什么？郭敬轩。好，郭信轩。好，你站着就好，前面一步哦。好，郭信轩，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你说阿门。阿门。好，来，小朋友来前面一步哦。你叫什么名字？郭心宇。好，郭心宇。好，来站前面。郭信宇哈。郭信宇，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感谢主，牧师来做宣告，你们站着就可以哈。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2位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陪参的会员，有妇女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在母亲和会众的亲自见证下，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礼。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全能永在的上帝，我们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2位可爱的幼儿，引导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分别为圣，使他们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成长。主，感谢你特别嘉玲姐妹，她在辛苦当中培养2位小孩成长。主，我们确信她不孤单，因为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幼稚园的同工、教会的主日学音乐班来培育他们。神啊，求你赐给嘉玲姐妹有这样的力量，坚定心志，全教会弟兄姐妹都成为他们的帮助，为他们祷告，让他的小孩能够在爱当中成长，成为神所爱的儿女。求你赐福，让嘉玲姐妹以及各种弟兄姐妹，大家在照顾他的时候，他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长大。再一次奉你名来祝福这个家庭，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向后转一下来，好不好？来，嘉玲跟2位可爱的小孩拍手。好，再一次送2个小朋友礼物。好，2个小朋友礼物哈，2个小朋友礼物，这边也有礼物，另外还有礼物，刚刚送一次，这次再送一次了哦。好，来，小朋友拿着。哇，他们有老师主日学，还有音乐班，还有他们的牧区哈。好，那可以回去了。好，谢谢，拍手，谢谢。还有吗？来，还有礼物啊。好，还有花哈。那把握时间了哈。我们一起领受圣餐，请同工开始来做预备哈。牧师今嘛要用台语的哈，用台语来主持这个圣餐。不要紧，我们放物件较方便。OK。各位兄弟姊妹，咱要三脚来吟这首圣诗哈，这首诗是愿打自入甲主坐道哈，咱坐咧吟就好。吟第1节甲第2节，请小会员来准备。愿打自入甲主坐道。专心来听你的话，你高兴样的中你的中，甲阮同归吉祥言下。
听的胜利，大为因第2节。成见生活最坚强，找阮出去应听服务，冲突所在求和平。基督求你使阮听信，我你赦免无怨叹，好阮看见主你形象。伫你救赎的世间，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绝对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绝对无欺杀伊。”所听兄弟姊妹，请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各位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名，咱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主，阮的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就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荣耀你的圣名。安尼感恩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今仔日是要用这个2合1的圣餐，因为咱为着这个量行无够。所以咱要请圣歌队员来领传统这个杯甲饼，其他的兄弟你来领到一个2合1的这个圣餐，咱先甲咱这个煲的模第一个煲的透明的模扭开，有一块细块饼，你摕伫手里，然后咱分了，做伙来领受。先食饼，然后再来啉这个杯，这时咱请小会员开始来准备。这个年轻，这个年轻。你这个过来，你这边，这个。你看够白。各位弟兄姐妹，你拿到这个2合1的圣餐，等一下再一起享用哦，大家都拿到了，在一起哈。那先把那个薄膜，透明的薄膜撕开，拿在手上哈。那圣歌队员就拿这个传统式的圣餐，也是拿杯跟饼都各拿着哈，杯跟饼各拿着，传过去没关系，用传的没关系。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也请一起拿这个饼跟杯。今天人比较多，有比较偏远的地方，请你走过来，可以向长老来领这个圣餐。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已经受洗或是坚信你信仰告白，我们才领就可以了哈。还没受洗没有领没关系。其他同工也可以领没关系哈。如果不够的话，那这个来换这个，来，这个一起领好。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手一个哈，因为较侪人无摕到后壁有哈后壁，有人无摕到，请你举手，人保护你。好，这边还有人没拿到哈。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要有人无摕到无？有谁没拿到的再摇摇手哈，或是比高一点，让我们同工看到你。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杯是我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要有人无摕到无？有谁没拿到的再摇摇手哈。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再确认一次，还有谁没拿到的？不要客气哦。好。再确认一次，还有谁没拿到？首先，我们要来领饼，这个饼。最后说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大家摕饼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大家也来把这个铝箔纸撕开，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这个杯是新约，在耶稣基督宝血所设立的。我们在行的时候，为了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三合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你极大的疼。愿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故愿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
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上帝感谢你，今仔日阮伫国外节的欢庆中间，阮有举行洗礼，互主你的百姓归入你的圣国。阮也通过圣餐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救赎是到今仔日圣神的同在，通过圣餐，互阮一直来见证这个恩典。主啊，互阮领受这个圣餐，互阮知影主你的活命伫阮中间，阮常常亲近主，甲主相同行，领受这个救恩所带来的祝福，伫人生的日子勇敢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准备要请我们的同工执事要来收奉献哈。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的奉献有2种，一种是平常的主日奉献，我们就没有装奉献袋如果你对圣餐有感动，你可以另外把那个奉献放到纸袋里面。那怎么区别呢？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圣餐奉献要成为我们的宣教基金，来帮助弱小，或是救灾，或是其他福音事工的用途。平常的主日奉献就放在主日奉献袋里面。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这个恩典跟祝福哈。我们现在请执事开始来收奉献，也请我们的长老来整理我们的圣餐桌。等一下，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急。会有请起立，我们吟唱奉献诗歌。请坐。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翻开我们周报的头一页，本页经济。以弗所书3章21节。第一次我们用念台语的，第二次我们一起用华语的。好，我们开始。愿主甲基督耶稣荣光归伫伊到万世，代代无衰。
阿门。以有所书3章21节，华语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以弗所书3章21节。这是我来报告。下周事奉当中，司礼是王敬仁执事。集体交通。本会今日举办复活节赞美礼拜及圣餐洗礼式，感谢主跟我们同在，一路从开始到现在都得到恩典满满。也谢谢每一位辛苦付出排练献诗的服侍事工，愿主大大的纪念他们的辛劳。我们来看第三小点，本日礼拜后，教会将赠送每一位兄姐一颗复活彩蛋，共享主耶稣复活得新生命的喜悦。同时，我们1楼那边也会有奉献的几个生鲜的彩蛋，每一袋大概11个，也是义卖100块。欢迎大家去认购。第4项，咱邀请4月2日，就是讲拜5基甸讲座，意犹未尽，甲4月22拜6提摩太牧区讲座，请兄弟注意来到，而且热烈欢迎有朋友来参加。我们再看其他的消息报告。今天复活节本会只举行1堂礼拜，爱心午餐暂停1次。婚礼喜庆，前实习生刘培慈神学生甲昆山教会蔡耶信传道，定于4月23日下午2点30分在大光教会举行婚礼。咱恭喜伊欢迎兄弟共同参加伊的婚礼。下面咱请牧师补充报告。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做一个简要的补充哈。第一个补充就是在荧幕上面哈，我们在礼拜5哈，咱举行这个受难日的礼拜，一共有222位弟兄姐妹来参加，感谢主哈。刚咱通过默想、音乐还有戏剧来见证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哈。那一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发了一张这个奉献卡。我愿意这个卡，在牧师手上这一张哈，那我们现在把它有签名的，我们就把它布置在1楼的大厅哈，加水改为大到一尾鱼啊。是讲有的人迄天无用袂记的签，是讲你兄弟讲，我嘛要参加，我们在楼下还有剩下一些空白的哈，咱看家无签到的咱会让楼下可以把它签一下然后放在桌上，他们再把你布置上像这样的墙我愿意这个这个奉献墙哈。这个是我们的奉献的内容，我们成为一个复活节主耶稣复活的一个节制哈这个是卡片我们在楼下这是我们苏美纪老师哈手工的手工的特别每一张都贴了很漂亮的花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感谢主哈。第二个，我们今天呢有新朋友在我手上的名单哈，第一个是我们的黄建成弟兄，还有郑秀芳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好不好？来，黄建成郑秀芳姐妹在楼上欢迎你，欢迎你来哈。过来，咱们欢迎这个伯任兄跟丽如姐妹他们也今天来参加礼拜，在哪边？我们欢迎他欢迎你们2位。他们开了一个
品足养生馆哈，品足养生馆。当然，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受洗的弟兄姐妹哈，亲友啦、陪伴啦都来哈，没有办法一一做介绍哈。不过再一次欢迎我们新楼医院的我们的院长，还有我们的院牧部我们的石连成医师石连成牧师，还有我们是在我们的麻豆分院哈，我们麻豆分院的所有的同工哈，还有牧师在那边，我们请再次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好不好？欢迎你们来哈。来见证2位医师他们的受洗了哈，也欢迎其他亲友在我们当中哈，感谢主。那牧师再做一个补充报告哈，就是在我们下个礼拜就是4月21号有举办一个祭奠讲座是邀请王国信弟兄哈，王国信弟兄来做专讲。有礼拜5晚上的专讲，还有礼拜6晚上的专讲，针对基甸牧区，还有我们的提摩太牧区哈。那其他的消息我们在这边记录得很清楚欢迎大家详细来看。我们46期的代祷团队的同工已经开始了哈，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一起参与代祷的行列。刚刚有提到这个复活节蛋哈，牧师秋冬特这个这不简单的贴到的哈绝对是生鲜的。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请长执还有长老来在楼梯口先离开的要记得拿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复活的喜悦我们就这样的这个报告来做结束，谢谢。上迎，咱请起立，上后咱请牧师祝祷。哈利路亚，有个话，咱的主出梦过去，伊太阳伊日的关系，对赛百姓都欢喜。哈利路亚，有个话，永远我拢无可惜。哈利路亚，有个话。永远我拢无可惜。第2站，哈利路亚，有个话，地天天，关关顾起，讲到星星甲咱提示，伊的中保就是伊。哈利路亚，有个话，日日岁日的经历。哈利路亚，有个话，咱可以得到称义。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在主耶稣复活的节期，赐福大家喜乐平安，得新生命的喜乐，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我们在圣歌队唱完祝福的诗歌，我们再来做结束。我们也请同工开始预备来发复活节的红蛋。感谢主，祝咱大家过活节快乐哈！咱请各团队要照相的，我们新楼医院比较大团啦，先来，你们可以合照一张哈。新楼医院
的团队来，请过来一起照相哈。我们请同工帮忙照相啊，陆陆续续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队都来照相哈，谢谢。